好，因为舞台就是安尼势，所以必须要用代表情。好，来看清楚，内行看这，吼，四层的叫做马，每你卖数，四层的叫做马，吼，三层叫什么？叫啊！我会记咱顶家去回母羊头面看过。三层的叫做梨啊。哦，梨子哦。这历史上有啥人听三层的？听梨啊，啥人？张国老师。听三层的。那你比啊，吼，听白梨啊，吼，斗旗梨，所以咱一般要爱听四层的，吼，四层叫做骑马，吼，骑马，骑马咧爱配合锣鼓，喜欢呀。来考试啊！来，我嘛无来。抢镜头。来，这哪间？你们做过西工呀？妈妈。来，这个大炉啦，好，来拍起来。这个青嘛，这个大炉啦，大炉啦，他是什么？人家讲怪哈，这位高龄为什么名？汪高龄啦哈，汪高龄你要无改名？你无要改名啊？改名，对啊，改名叫唱，所以叫唱是叫你哦，来唱，这位高龄，来自我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，干掉。谢谢。来啦，改名叫琴嘛，琴，唱。七个车拢是你哦，来，七个车拢我，好来，我画一个，画一个两个爬，来唱，好清楚，这个可以坐人车会困醒哈，来，自我介绍一个叫做，串口令，卖个喙手就好，来这个提，所以叫提了，提。咱试一下吼，但是我啥物我都袂记。试甲切，我试甲切，你爱食仪式吼。咱讲吼，这舞台是安尼吼，舞台吼，咱们无锣鼓，行无骹步，所以你锣鼓要配合咱身段，吼，配合咱身段来，试下唱，起，起。你是切，但是我讲了起对吧？对啊，我听切。来唱。这个乱跳的哦！你系我是我，你叫我讲。来唱，起，唱，起，唱，爱怎样？叫唱起第一句啦，这个舞台顶个两腿，就是你行路路过。来，我来开始行的时候，伊爱配合我的路过，亚冠了，唱起第一句，唱起第一句，唱起第一句，唱起第一，唱，安尼好 ，OK。记得吗？啊，注意啊！好，我要化改一下吼，化改较知我要出来啦，所以化带化来，还要去爬哈。对，我来呀，唱飞起唱。你没有，我从来没说附件很快，要被改出门到节奏来唱起飞起，唱起飞起，唱起飞起。哦，1、2、3、3、1、2、3、3、2、1，嘿，对啦，来回啦，嗯。无锣鼓行无骹步啦，所以这样，我爱配合我的身段，这团这大家训练的，歹势啊，我多包涵啦。